屯門河就由北向南貫穿成個屯門流入青山灣，先流經屯門站，再去到屯門南嗰度。而屯門站隔離嘅巴士廠房已經被圈速咧會建200萬尺商廈，聲稱咧媲美國金二期嘅。據報咧，商廈會提供商店啊、服務啊、私人會所啊、娛樂場所啊，同埋康體文娛場所嘅。好啦，河水一路向南流，流到今次嘅項目，去到海皇路嘅兆翠苑又如何呢？據報咧，屋苑以西呢個巴士廠咧就會改建成為運動場嘅，而西北嗰邊嘅屯門泳池咧就會拆卸，上邊就會愛嚟起屋嘅，而佢個腳底咧就會係新建嘅屯門南延線嘅16區車站位置啊。根據而家嘅説法咧，車站就會喺2030年完工嘅。兆翠苑嘅形勢咧就坐落於東大欖、西青山、南臨避風塘。如果你置身其中，而將來係高過西邊嗰個運動場咧，咁你西邊咧就會見到屯門河環抱，南邊咧就會見到青山灣儲水。而根據我之前嘅預測咧，屯門九運咧係唔錯嘅，大家有興趣可以 click 翻右上角嗰條片嚟睇下。今次就人人都想抽啟德啦，但係如果你出入作息親友全部都係近屯門嘅，我自己覺得喺依度亦都唔係一個差嘅選擇。大家有冇感覺到呢？屯門雖然呢係早期嘅衛星城市，但係比將軍澳呢就發展得慢。其實蓋因呢係俾依兩座大山去夾住，同埋屯門河嘅水質呢不嬲呢就為人詬病。隨住政府喺1980幾年呢開始改善屯門河嘅水質，咁而家嘅水質呢就唔係咁差嘅，大家可以去現場感受下。尤其我喺屯門大勢嗰條片呢已經解釋過，屯門喺九運呢因為受惠於青山呢，所以係會變好嘅。尤其係喺河西嗰邊，而好多人唔明呢點解兆翠苑個正門呢唔係向住輕鐵站嗰邊啊？其實呢啲我喺早前嘅片，譬如東涌裕泰苑呢已經解釋過。如果向輕鐵站嗰邊呢，就變咗海皇路同輕鐵一齊扯水，就唔係咁掂啊！所以依翻政府一向嘅做法佈局呢，正門呢一定係向裏邊啊！好啦，居屋2023系列嘅屯門兆翠苑位置圖，呢度我冇乜補充，咁啊直接跳落去項目嘅佈局圖啦。好啦，最主要留意紅色呢一笪就係回收房啊、垃圾房啊，同藍色呢一笪亦係。咁當中綠色嘅打格仔呢，就係啲泊位嚟嘅。大廈主出入口就係內街喺正兩座嘅之間。咁呢個開積呢，都係正正常常冇乜嘢嘅。好啦，用機度翻個大圖 ，A 座1、2單位70.6度 ，A 座3、4單位5.5度，單位8 120.3度。好 ，B 座1、2、3單位155.5度，4、5、6、7號單位95.5度，8、9、10、11、12就同4、5、6、7差90度嘅。OK， 13號單位121.4度。而家用手度噶啦，咁啊逐個座向講啦。首先講 A 座1、2號單位先，適宜打工，但係就唔會一帆風順，仲有打工嘅路途上都會有人去阻撓你，咁啊靠明星食飯。好，向南嗰邊即係5、6、7噶啦。就會比較偏向於適宜做生意，向北嗰邊即係3、4咧就會打工適合啲。嗱，打工嘅咧向北嗰邊咧，你揾錢嗰個來源咧就有別於一啲傳統嘅行業，就會比較有幫助。如果做生意嘅咧，就正途嗰啲你以為幫到你嗰啲人咧係幫你唔到嘅，反為你冇留意嗰啲人係會幫到你，但係兩邊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唔係而家即刻可以發達上位嘅，咁都要慢慢經營啊、努力啊，咁隨住時間咧先會一步步好嘅。尤其以做生意咧更為顯著。
不過無論打工同做生意咧，喺呢度住嘅人咧都會識靈活變通嘅。第8嗰度咧就有利於做生意，尤其係同大公司打交道，賺大公司留落嚟嘅錢，同大公司做跑腿，幫大公司做買賣，咁就會適合。不過全間屋咧，女人辛苦，女人比較旺啲，女人話事。好，到講 B 座嘅情況嗱，先講1、2、3號單位嗱，1、2、3號單位咧就適宜打工，但係咧人物咧幫到你嘅人咧，有時咧就唔係好可靠，所以咧就會變咗事倍就功半，唔會咁快有成果嘅，所以一定要沉着應戰。八字喜神，如果用木嘅咧就會有利。依邊望樓景，住低層就好過住高層。好啦，到咗4、5、6、7嗱，向依邊嘅咧就適合做生意。再講何謂做生意？如果你每個月嘅收入係同努力同埋運氣掛鈎咧，呢啲叫做生意。嗱，依個嘅女人旺，女人話事，女人辛苦。嗱，家庭和諧度就一般嘅啫，所以咧就自己注意翻啦，家宅嘅問題嚇。有啲嘢咧就唔係咁需要企得咁硬嘅。講呢兩邊啦，呢兩邊咧向南嗰邊咧就有利做生意，向北嗰邊咧就有利打工。但係都係啦，唔會咁快會有成果出現嘅，啲成果係要慢慢熬、慢慢熬、慢慢浸先得嘅。係咧，做生意嘅要靈活變通，打工嘅亦都係唔好死牛一邊頸啦嚇，要順住個時勢走先會有發圍嘅。OK， 做生意嘅咧。就你以為幫到你嘅人咧，係未必幫到你嘅。OK， 打工嘅咧，亦都係做一啲冷門啲嘅行業，咁就會比較有幫助。兩邊都係，如果你八字喜神用木嘅咧，就會比較旺啲。至於13號單位就請參考 A 座第8號單位一樣嘅啫。好啦，今日屯門嘅兆翠苑咧就到此為止。下次咧就會講元朗嘅朗天苑，最後一集啦。好嘅，多謝大家收看。